真啦，他这个啦，俺们都年纪看给老啥就工作了呀，休息穷啊，我嘞搞不清。俺哩看了呀，旁边都是那个一个二三块个老啥个开销，我就学马赛，马路沿了错的二三块个老啥东大了呀，伢们都写不赢。差不多呀，看个俺们对老啥个开销是，家己什么做，我就拿着学赢。我呀，跟家名字，龙哥亲过来，河北的罗斯的菜这个年么了。俺做俺都啥个家西巴那么，到了这去那塞拉松呢，生爸爸的啊，龙大多呢，罗这个卡里龙大了，家俺这是为所有嘞。第二件呢，罗斯这乐器前呢，俺年年人的啊，人啥件啥层的从呢，俺我个啦生草啊的啊，那什么用啦？罗这个门灯怎么不乱呢？俺都罗斯这瞧起那个瞧起手子一样。我嘞，俺们对老啥的呀，开销平时差不多啊。这个跟就嫂子看到呢，我做马路沿路出来个，俺都一个罗斯个南巴去打人家。用啊，俺那做伢们都用的是哪头？